信。男方身高171公分，体重72公斤 ，K1 老将蒙古勇士。Introducing the fighter standing in the blue corner, fighting out of Ulaanbaatar, Mongolia. Please welcome Jadanba. 本场比赛场上裁判邢志杰。这就太感觉到反应真快。这哥们儿没拿过冠军。然后每次看散打就爱看中国人物，我好打，然后哎呦，我有点腿啊，不行，哎呦。他不行了，3公3晕了，我操！你看他的眼神，对，不行了。你看从这个大屏幕里边。慢了，真的不行了。拉起来往地上砸，漂亮！比赛结果，打胜。本场比赛经裁判裁定，蓝方获胜，恭喜蒙古勇士加丹巴。有请颁奖嘉宾 Johnson Controls 销售总监 Mr. Matias 为获胜者颁奖。半个中国人。看比赛了。请看大屏幕精彩回放。放假，周一去，接着放假。放假没去，看比赛，王海。他刚才打那几拳跟3公3反应很慢了，是吧？对，那拳你看眼神已经很呆了。这拳厉害。
刚看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十字裤，你看他可以跟我说一下你怎么做到这个动作？对。然后。今天不组织了，一会儿回去还得那个有点别事。我很多。你搁哪儿呢？我知道没得呢。不是说中国话。继续。好，那就谢谢你啊！希望再次可以回到中国的印象棒，好吗？亏了他放开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不会说蒙古话。他要是不放开，下去之后滚他滚。Thank you and congratulations, you're a real warrior.